世界万行台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阿晚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仁。那么这2、3天，大家拢有咧讨论一件代志，就是一个警察对着一个超商内面一个真有力的这个查甫人，现主时呢，对伊一直拍，拍到流血流地。那么有的人讲拍了真应该，有的人讲伊都不咧抵抗啊。 是安怎爱甲拍甲遮厉害？讲到这，世间人有影百款，警察执勤真麻烦，加身是派甲规身躯，佮爱顾虑使用的时机、定时甲人权。但是人总是人，嘛有可能理智会断线，是安怎来理性执法，变成人民信赖的百战金刚？今仔日。 好好来讨论。首先，小介现场的来宾，头一位是台北永明总病院神经科专科医师鲍忠林鲍医师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鲍忠林。那么第二位是咱退休的刑警老朋友高仁和。平仁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晚。第三位环境人权律师。 李正奇，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那么第4位，民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副教授王碧琪。主持人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民传大学王碧琪。那么首先呢，和观众朋友来了解，现在咱今仔日话题过了3、4天，过来讲这，原来就是这个基层的环境开始反弹啦。讲哦，恁大家拢一定甲我骂，无啦，我来发起一个治安消极日啦。 消极日就是讲吼，你甲我交代的代志，我有做好，安尼就好啊。这就是原在桃园这个姓朱的这个男子，大闹超商了后，员警到场来压制，摕了警棍啊，连续来甲拍。那么处理的作为当中呢，引起了议论，中立分局的来记过来听取，将伊来依法来函上。不过就有人不满，就在网络串联下来的这个关卡内面的这个基层环境，按算在6月1号开始，连续4天发起的头一波治安消极日，讲除非撤销当事的处分，那么分局来回应讲，会尊重网络的言论，嘛是表示讲，那么有人团结一心，袂来因为单一的事件来受打击。 这个查甫人情绪这个讲者伫咧超商内面大闹，警察到现场处理，也互伊出手拍。要让警方喷辣椒水给压制了，如果用警棍解拍，互人质疑执法过头，引起舆论的正反论战。中立分局是赶紧该记过处分，依照伤害罪函上。面对种种的作为，就让串联合规的基层被发动治安消极日。 伊要伫咧6月初1开始连续4天采取第一波的消极作为，无查证之后，无主动开单，歪处理分局交办的事项。因我也强调，合区内民众的权益未受影响，因为诉求真简单，就是撤销记过的处分。基层会那么反弹，原因是常年来警察机关在惩处程序上恣意妄为，会造成内部法治完全失信。这要做出惩处外，应该要再做更详尽的调查。台湾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讲，就算是要处罚，也先做完整的调查，已经发函给行政院，讲听说的程序有问题。中立分局回应讲，尊重网络的言论。 各界鼓励或者是指责，因拢感谢也接受。强调分局内面所有人拢正团结，袂因为单一事件受影响，士气也袂受到打击。顶多是警政署长黄明昭态度正低调，只跟来讲，会搁再对外说明。我对外说明，我在对外说明。这篇治安消极日究竟是涉人发文的，唔知。验过一打出来了，有人支持，也有人反对，煞变做正反伫咧辩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咱听到这治安消极日咯，听到小可点点淡淡的，到底是警察的执法是因为会来大勤，还是安怎这种心情吼？我相信来请这警大老师吼吴教授你来讲者，即摆基层的环境吼，这个一般的态度是安怎？那是还是讲你已经了解讲，中立分局因咱大部分的态度是安怎？
其实应该安尼讲吼，简单讲起来，因为桃园的案件还是桃园的治安，变讲人其实人口数多，但是警察要负担的业务嘛真重。所以讲，足重的情形之下，你看啊，一寡代志，你若讲有代志，就爱处理资源啊，处理去处理。啊，变讲你若讲这个代志，变讲你若讲安尼处理起来，啊，有当时无用袂去，就可能会有一寡算讲较对。啊，算讲嘛，算讲较压力较大啦，应该安尼讲啊。尤其讲，咱即摆定咧讲，有当时嘛，迄绩效的问题，有一个问题就是安尼啊。绩效问题，你讲变讲你可能爱开骨力行，还是要创啥，拢列出来了后，哇，啊，即摆若做袂到，可能压力真大。所以讲，那即摆这个治安的消极日，我是感觉当然希望莫发生较好，因为以咱犯罪防治的立场来看，你若讲。警察若真正去巡逻看到有啥物各样的所在，可能比如讲开单，还是讲一寡人感觉真可疑去处理，安尼会使。对，爱盘查啊，但是你即摆爱看到安尼，就安尼行过尔，那像安尼，就啥物无啥物意思啊嘛。那咱民众嘛袂放心，我感觉重点是安尼。啊，那这就，比如讲老师你伫学校，你即摆观察这些新一代的这个环境，敢真容易，敢若即个碰撞同款，一出来就开始反弹。应该嘛袂当安尼讲，我是感觉讲，这个代志，啥物代志拢是有原因的。啊，原因我拄讲一个重点，就是讲，伊可能勤务伤济啦，啥物有诶无诶，像进前疫情的时阵，啥物都要警察做，啊那做下去啦。一个人嘛是共款24点钟尔，所以勤务遮济，业务遮济情形之下，有当时兼顾袂去。我感觉是安尼，所以心理上的负担已经是颠久真大，兼顾袂去。啊，你讲你代志一直来，但是拢做袂了，咱若一般人就好。你若讲代志一直来，咱做袂了，咱会安怎想？啊，无就大概做就好啊。啊，但是讲无，我先做了再讲啊。但是做了品质就一定无好。所以会当看到种警察的这个长官的态度小可保守，嘛无啥敢骂，嘛无啥敢做明确的这个指控啊，讲啥物嘛？应该是安尼讲，你看，即摆勤务遮济情形之下，有当时做会了就爱偷笑啦。我的看法是安尼。所以这感觉敢若也着车也着卖啦吼，这我请教着老刑事哦。是。那你看了这寡小学弟吼，这个情形，我记这个治安消极日吼，对你来讲是安怎的感觉？目前即马社会有这个网络，所以我都串联着一寡咱的一寡。同事间的活动啊，这个治安消极的对咱百姓唔是一个真好的帮助。什么人发起的？这个发起的人动机是什么？你今日为着要声援着这个同事防处分，我支持你，但是不应该用这个言论踮在这个公共媒体来互老百姓感觉讲，我就是安尼，无你要安怎？因为你即马身为一个公务人员，我甲你讲，今日你要来穿这领衫当中，你就知影今日有足多代志发生啊。本身家己就爱有觉察啦。你今日要落手骹，你就唔免惊流汗。啊。所以你心里要有准备。我定定咧讲，足侪讲我咧讲出这个嘴咧讲话，我讲哦，我比恁大家拢较爱警察。阮老爸做警察，我做警察。阮囝在做警察，现任的警察。我甲阮囝甲咱交代一项代志：你要保护老百姓当中，你先保护你家己。你保护你家己有完整，袂去受伤害，你才有这个能力来保护老百姓。你今日即马这个警员，我讲事实，伊是有功头前是一个工匠，背后因为伊的失态。这个叫做我的年代，40年前，40年前啊，警棍啊，哦，警棍，哦，40当前啊，这3节警棍，3节的，武力就是死人的啊，哦，你咧物质的人当中，和你物质的人当中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你个禁止了伊的行动。互伊感觉我都甲你抵抗，已经达到你最好的目的啊！最好的目的了后，你搁加袂几落去，佢嘛甲较早咱高三时代读小学讲，你考无100分，减1分甲你输一个，
我考50个，我互你说出40个、30个，我就叼起来啊。所以这个物件袂使放喺你的情绪里面啊。你的情绪袂使发现喺点咩？你穿这件衫，表现喺啲公共场所里面。是。我对这个言论，我真非常的反感。所以张英一杀出来，我讲哦，我随甲内面一寡朋友、同事、学弟，我讲哦，你这份头路你认为无爱做，紧离开。我足侪少年囡仔要倒来做。你这个时阵较威严的啦吼。警察无好考，你无要做的，紧走，互后壁的人有机会开做。是。因为你安尼影响到全国老百姓对你警察的信心嘛。好，这是吼，不管是情绪道德，但是咧法律面吼，我要请教的李律师吼，这法律面，这个警察即马犯到什么法条、什么法令，还是警察的执行法，什么代志？即马上明显的就是伤害嘛，伤害嘛，这条嘛，而且伊阁是公务人员，阁爱加重，吼，伊是利用公务人员执行职务的一部的机会去甲人摸，吼，甲人拍，甲人拍甲安尼。本来是讲啦，你若是执勤的时阵，若是甲压制了，甲压制，啊你若迄个人若有受伤，也是安怎？嘿，你这个有使讲你是因为你咧合法的。执行你的勤务嘛，所以这有做有一个阻却违法事由咧，做阻却违法事由，阻却违法啊！问题是即摆的状况是啊，这个人就无法度反抗啊，伊就坐头壳咧好痛啊，你继续甲拍，而且对个头甲拍，吼，这种明显就是要今仔恁爸就要互死的状况之下啦，即摆这已经是失控啊！这已经失控啊！这无法度讲，因为我即摆是警察，我即摆咧维护治安，无法度国家无要甲你保这条，所以讲上明显的就是伤害，啊个因为你是公务人员加重，这上明显的这条。是，但是吼，今仔日我特别来请这个鲍医师来吼，就是咧特别咧要尤其甲王老师吼，咱有事先啊讲过，就是讲。咱人是安怎行到这个失控会断片，理智线会断去吼。这事实讲吼，对我家己自我反省啦。咱伫厝诶吼，阮厝诶三岁囡仔吼，有当时甲教吼，教会火倒起来呢。啊，火倒起来咧会甲亮到吼，有当时亮伤大声，去用敲电话哦，好心诶厝边哦，敲电话讲恁厝诶有家暴，哦啊来甲弄门，来甲咱弄门，咱家己才见笑。吼，但是警察在执勤的当中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形哦？尤其这鲍老师是这神经内科吼，在咱人的这个理智线是安尼断去，你给咱介绍这个机制是安怎？咱吼，逐个人吼，有情绪嘛，然后这应该是大部分观众有这种经验，就是讲吼，有当时气甲。冻袂掉，然后对，啊，这是咱人吼脑内底吼有一个迄个叫做杏仁核。哦，杏仁核。对，嘿，啊，生出什么款？你阮吼，互大家看一下，是这红这个所在，嘿，好，咧，啊，这是脑吼，咱胃安尼胃头前安尼切，然后伫中个所在吼，啊，伫脑内底吼，迄个较深的所在，啊有一个叫做杏仁核，啊这是吼，咱人吼，就是足古老的一个迄个脑部的结构，啊是管讲恐惧啊，哈，然后会互你惊赢的。对，啊咱怎拄到危险的时阵，咱要安怎？啊这个所在就是吼，伊会先马上处理。咱怎拄着一项迄个，你感觉足惊，还是讲有危险的代志，啊，伊就马上就做一个决定，咱怎是吼要来拍，还是要来走？要逃走，就是靠伊。就是靠伊，对。啊，咱理智吼是一个叫做脑的前方，叫做额叶的所在，额叶的所在。头前家哈。对，咱脑有四个大脑有4个叶，啊，伫头前迄个叫额叶，额叶是。管迄个管咱一般做迄个决定的所在，用嘛使咱会使讲理性，这个所在应该伫额叶，啊，你做反应吼会较慢，啊，然后这吼
无到1秒，你就做出。无到1秒。对，足紧的，足紧的。啊，那若讲到这，啊，就拢塞互伊就好啊，都拢无我的代志。无，我就安尼律师要甲我告时，我就讲律师啊，歹势，我这行政府咧甲我害的，所以你就爱还这个行政府，甲我无地界，敢会使安尼？无，迄个咱逐个人吼，有的人就较高生气，有的人较袂高生气，所以咱逐个人的迄个过去的经验啊，你受的教育啊，啥，这嘛是甲修养有关系哦。对，嘿，啊，另外吼，嘛有迄个某人会来买下来做训练，讲互你安怎来放松。其实我很同意头啊，迄个王老师讲的，我感觉警察吼，这咱越过劳哈，越容易失控，啊，困唔好嘛是比较容易，啊，所以有背后其实有一寡原因呢。啊，咱其实吼，阮做一个老百姓嘛，佮就做医生的立场吼，我有感觉讲，咱应该是来小看嘛讲，这是不是一个系统性的因素？啊，有啥物会使来帮助迄个咱的不好意思，我甲你说整理啊，第一。这个行政法吼，这1秒钟的时间，无到1秒，无到1秒的代志，吼，所以就要透过平常时爱训练，爱修养，吼，透过讲，譬如讲，你平常时唔当伤忝，啊困到饱，吼，啊勤务唔当伤多，啊但是这个警察讲起来，你王老师，这讲起来就无可能的代志呢，这要安怎来训练？譬如讲，咱警校啊内面是安怎来做这个铺排？啊，互伊啊，譬如讲要执行勤务的时阵，现在嘛，请这安尼伊来讲一下，说你要出勤务的时阵是安怎铺排，互伊会当莫落入去这个决定内面。我先讲一下吼，因为之前我家己的论文写的，就是警察的工作压力反应，甲人讲的因应策略，吼，就是甲今仔这个主题是有正大的关系。我说明一下吼，首先吼，我伫2000年是做这个论文，吼，我的迄个拢总19个，差不多拢基站科室以下为主，吼，啊，这个人呢，当初工作压力看到一个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绩效是上大压力，绩效这个代志就是上大的压力。啊，你变讲你这个绩效来讲，有当时有要求，有这个绩效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有一寡压力的反应？会安怎？就是拄啊医生有咧讲，你因为搁这一个搁一个轮班就困袂饱嘛，啊，迄个困的品质就歹嘛。啊，困的品质歹来讲，我压力甲一寡遮的物件，啊，就困袂饱，火气大，高血压就来啊。高血压来了后，啊，一寡代志变成讲你即马在处理一寡代志，啊，算有当时火气就压起来啊。这有当时会这个情形。咱讲因应策略，安怎因应？有的人是点可能就是胃内底啊，就吞落；但是有的人就像今仔这个情形安尼。你讲两边的人，你看浩克是毋是？就等物件啊，就做迄个健身的就伫遐咆哮，吼，这是一个。啊，警察可能嘛是头前这两项加起来，后壁就反映出来。嘛挡袂牢啊，可能就不落啊，这有可能就是安尼啊。拄医生讲到这个或者杏仁核这个代志，杏仁核有人讲安尼啦，人讲咱即马在处理杏仁核入来了后，人讲有一个理论叫做3F 理论，什么3F？一个或者战，我就是比如讲主持人，我就甲你对呛啊，哦，这是战 ，fight， 嘿，无得，我看安尼唔舒适吼，歹势我就来选啊，走去嘿逃，啊，搁有一个。另外第3F 福利斯啊，就是硬去啊，就定伫啊，就是讲冷冻起来，嘿对，就像迄个非常安尼，这或者3F，所以这几种的拢有可能。啊，我要补充的是讲，拄啊医生讲的是为迄个切落来，我这搁有一个图吼，啊，那就会着先看者，这或者杏仁核这个所在吼，你看杏仁核伫差不多这个所在这有一个红的这个所在吼，这个所在啊边仔有一个或者海马回，有当时啊吼，这两个连做伙是因为这个一个甲人讲的记物件有关系，这杏仁核是甲情绪有关系，所以这是情绪，这两个连做伙，所以这两项有当时联动的。你有当时啊一寡代志可能这连做，对，歹经验，对，甲这个情绪会连做伙。啊，这个代志了后呢，搁有一个，我要补充一个这个回路是安怎讲呢？因有人讲吼，这或者安尼啦，你若讲真正是在紧张，还是在变讲？你看，这是一个图嘛？
咱看到这个蛇有无？看到这个蛇伫遮，蛇伫遮，了，这个蛇来讲吼，有当时看到这目睭嘛，目睭了吼，可能有一个吼，这个是算讲较短的这个回路，就是我看到要直接来做反应，杏仁核我直接来做反应，这号做情绪的脑。情绪的情形，就是讲我即马随反应，这个时阵吼反应了后，绝对有当时一寡我拄仔讲的，若无你就剪啦，若无就刀啦，无我看就错对，所以这是一个及时的这个部分，但是那讲咱在讲这个代志的时阵，有当时是安怎讲这是情绪的脑，还是讲情绪的情，就是讲有当时你要随做一个反应，有当时因为无法度紧啦，了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这条路较长的有无？你可能有人讲这或者理性的、较理性的路线，这理性的路线就是讲，我即马踅一大轮了后，我头壳有做一个判断了后吼，看起安尼去处理代志可能就较温和啊。所以咱即马想要做的代志，就是讲，卖遮冲动吼。若讲咱科学证据，卖遮冲动，安尼做到位遮随出来有无？安尼随出来来讲，绝对是一下就会讲，我咧做代志的时阵，一下就是做一个决定，迄伤赶紧。若讲咱即马上理想的做法，就是讲会当行这条后壁这条路，第二条路，较好弯一点，可弯一点，还是讲咱有思考过，人讲三思而后行，这可能这。但是警察要执勤的时候，靠头三思而后足难的。所以讲有当时啊，因进前像因若伫这个警台拢有在做一个或者叙事能力，就是讲有当时啊吼，我伫甲你在讲的时阵，好啊咧讨论，好啊讲嘛。有当时啊，你拄着什么款的人，你唔知影。但是有当时啊，好讲会当避免掉一寡无必要的纷争。就是好好做代志，好好讲啊。好好讲，就是讲我跟你好好讲嘛，唔是讲过来就是一开始就是甲你歹来歹去，唔是安尼嘛。我跟你好好讲，一寡代志，动之以情，诉之以理啦，差不多这个意思啦。安尼跟咱好好讲。这警察嘛是真麻烦，落爱学谈判，落爱学高情，拿把剑，佫爱。文的武的拢会晓。文的武的拢会晓，文的武的拢会晓。是啊，但是这部分我要来请教律师哦。但是如果咱若知影讲，伊这就是因为伊不可抗力的因素，因为这个刑罚来作祟，唔是一条工的，而且有安怎这个原因，这判罪的时阵，还是告诉的时阵，会当来考量伊的这个情形，小可卖甲处罚较重。是有这个可能，不过伊是警察是专业的人士，伊是一个专业的公务人员，这无法度，你若是无法度控制你的情绪，你是无法度做一个公务人员的嘛。国家佫配，你佫卖袂记哦，因是有穿的哦。若是警察无法度安尼控制家己杏仁核，咱的国家互伊开枪的权利，这毋是真危险的代志。其实这件代志应该来讲起来是，爱检讨的是伊的勤务量敢有合理嘛？相当嘛，就是压力伤大嘛，才会敢会这不合适嘛，对无？无合理嘛。所以讲，这个警察的压力是为倒位来？绝对毋是对民众来的呢。这因的压力是为顶头的人来的呢。顶头的人要升绩效啊，什么人要升局长嘛？什么人要升官嘛？要升官嘛？问题是这压力伊无法度对伊的长官讲，伊只好来对这民众嘛。所以讲这有做弱相残啊。真正共党来讲，因这个那个消极执勤，治安消极日，其实应该是合作依法执法日。我就拒绝所谓无合理的绩效、无合理的勤务。所以律师应该出一个 idea， 讲就是改名叫做依法执法日。对，也是讲合作拒绝不合理勤务日。对无？你叫我去讲有啥物人会走去啊？讲啥物人因兜佫有啥物奇奇怪怪，但是毋是警察爱管的，这种代志对无？其实这个警察因的劳动意识是即摆有小可有咧起来的，是这用这的物件，我是感觉真有意思啦，对。但是他说安尼也有讲啊，你无赞成就要学地安尼用这个网络顶头咧串联，有你就较有骨气的，去顺利正常的管道去抗议、去表达意见。是，但是，若是咱来看讲，即马比较恁以早咧执勤的时阵，因即摆勤务到底是重还是轻嘛？目前甲较早的犯罪态度拢无共，即阵的犯罪态度比较早较残忍，
所以较残忍。较早阮的警察的权威比即阵较大，所以一个人可能都要徛出去哦，边啊哔哔哔就走了了啊。今晚你就站去，砰砰砰嘛无人要走。这是安怎？我替基层这个学弟啊讲话哦，就是讲哦，自我毕业到即阵，就要40档啊。这40档内所有的装备拢家己骗家己啦，所有的装备啊、配备啊，拢警察你家己咧骗警察。安怎讲家己咧骗家己？你今日当时，我民国81年，1992年，较早开什么？上早我拄毕业无，开天龙星，搁进行一杯个跑天下。跑天下遐扭手啊扭起来吼，头前路负责是目牛啊。迄台车跑天下3字啊，迄字落来变跑一下啦。跑一下。踮咧中国迄个上江路吼，即个拍送机啊压起来吼，规支压起来插袂入去啊，规台车狂走，3、4个人咧动车，配备歹，好无简单个由1992年民国81年哦，搞一批上新的。是无咧？吼，迄个老胖的啊，老胖的啊，西米露啦，嘿，西米露嘿，老胖的哦，车哦，踮咧警察局个，迄个棚一扭起来吼，叫消防大队来测试了啦，水钻落去了，迄逐台都流车流水，查落了讲迄是车上切的啦，毋是老胖的，头刚检了，好无简单拢换一个爱快罗密欧的，100速，我去交车。牵回来唔敢用，唔敢用，歹去算上的，我甘愿跳倒摆。迄都是古早的物件，甲即阵我即个警棍，家己开钱去买。你警察局哪会买本呢？手铐嘛家己开钱去买，你警察局哪会买本呢？啊，这有影咱对不起警察。你所有的装备，这个防弹你哪买本呢？你分这种防弹，你拍落烫价，要惊死人。啊是，这是应该我讲得伤紧哦，应该是讲咱的警察局的这个当局无骗这个预算，还是议会无甲咱通过，还是咱做这个市民，咱无去甲想到，爱甲讲啊，你要骗这个预算。其中表因果，古早举这个无线电啦，迄个101 P 的101，要来换一支吼，比成较重啦，一支超2公斤啦。啊，大家都无爱歹嘛。主要是遐去听无的啦，啊，佫听无啊。啊，一支几落万啦。所以这采购的这人员，恁良心无有够保育无？下底这基层的，拢使用恁买这上两公的，包括制服，无甲一个警察的衫会穿的啦。家己我还搁家己去做，本来的皮鞋无甲一双会穿的啦，家己我外口去买。所以你看起来警察敢若足好的福利，其实你本来物件拢是上两公的，其中这物件是上口去。你今日要互这个警察用，就是上好的物件啊！你保护伊的安全啊！你今日好喷这个辣椒水，你今日有电击枪，这个电击枪砰啊一枪落去，600块。听讲一支枪支就600块啦，一粒枪支砰你600块，我请教评论你好，600块会使治一个人袂甲受伤，袂有伤害，甲控制起来，还是要甲不12个？都这种几率较悬吼。一定是600块开落去的嘛。哦，你现在唔敢配合警察来使用呢？但是听讲一个分局可能2支啊。是啊，啊你遐钱走倒去？无你遐钱走倒去啊？你一个分局配2支，较早我咧去刑事组吼，有迄落一摆抛落去个狙击枪啊，一个分局1支啊。甲即阵吼，我做警察甲退休甲即阵吼，迄个是我毋捌摸过。唔敢摸啊！啊，毋咧做新主牌咧拆掉啊！就要来检查讲，这个做伫，这个是我伫个，迄电击成功，这2支个伫个，气拍落去，好诶，通过，迄叫你检查啦，迄叫装备检查。所以你顶悬这检查诶人要求骨啦，你互这基层警察使用诶奥多麦、使用诶交通工具、使用诶物件配备，拢比歹徒较歹。勤务放在边啊！你这警察当然袂使用你的普通时啊，你的情绪带来你的工作上。你今日工作上抢武力，这是你的工课，你家己拣的。你咧厝甲你某冤家、甲恁囝相骂，迄你家己拣的。这个头路你一落落去时，
你就是要照你的本分去做。就是想头想尾吼，嘛是会感觉真郁卒的吼。郁卒是，我讲的。像你安尼讲，我就感觉真郁卒的。哇，那是基层的环境实在是安尼。是郁卒，我定定讲，这件案件换准啊，古早我咧办吼，我袂点要超商啊，我袂点要这个超商，我带转来办公室慢慢那个清晰啊。慢慢甲处理啊。是不是？我带转来办公室慢慢甲伊了解嘛。像熟看得到我甲熟开，无人看得到我，那甲介绍嘛。但是你即摆有这个摄影机，你每一个行为、每一个动作，全世界大家放大在甲你看。你的委屈变你的伤害，你本来是一个委屈的，变一个伤害者、加害人。所以你的心肝咧，所以这整个执勤的过程，可能要做一个好啊检讨。这我小咱来请教王老师吼，但刷来我要来请教讲，这布老师吼，在恁来做这个内神经这个专科来看吼，哪有可能，譬如讲在警校啊内面咧教学的时阵，咱就来加入这种知识，啊好，警员也好，警官也好，在这个养成的过程当中，知影讲。安怎来做收养，安怎来控制？敢有这个相关的课程，通好来再参加？这我嘛做赞成诶，就是讲伫迄个警校的时阵吼，我唔知影是毋是有，因为警察吼，实在是一个迄个足高压的迄个工作啦。啊，第一是毋是讲每个人都很合适？像讲，阮一行一做跟学生的时阵，就感觉讲，希望讲会使挑比较合适的学生来做迄个。上无看会袂惊的。嘿，无阮就讲希望比较有同理心啦。然后嘿我感觉警察吼，要进警察学校的时阵吼，选学生的时阵吼，都爱情绪较稳定的，应该有一些那个条件。第二个就是吼，我感觉伫学校的时阵，这应该是会使有一寡迄个心理的课程。做警察了吼，我感觉迄个因为因做高压，像迄个高先生哦，应该是较勇敢，迄个资深的刑警，是讲毋是逐个人都安尼。我是感觉迄个像讲迄个局长啊，是应该关心迄个基层的同仁吼，对，亲属。因为像刚阮律师嘛有讲，因有请，因为有当时我看电视嘛，感觉做艰苦的。有的人迄个就警察，因自杀的方式比别人佫加一种，因会使家己用请来迄个来自杀。那后面迄个原因吼足复杂的啦，是讲吼，我感觉讲咱会使就是讲，像讲在每个不同的阶段然后看讲有啥物方式会使来帮助伊。是，即我先请教律师吼，其实你长期性也咧处理个警察甲民间之间的即个纠纷吼，包括对人权即个角度切入吼。嘛有真侪违反着人权的警察在执勤啊，你会当才有大部分甲咱归纳，到底拢是发生什么情形什么即个意识之下，才会来触犯着触犯着即个法律。大部分的时阵我的经验内底啦，是有两种情形，一种情形就是甲这件同款情绪失控压力伤大，可能是伊无合理的情绪还是啥物绩效的问题。导致他讲，伊即马看到一个民众态度无好，你开始啊，都甲拍另外一种呢，是因为嘛是绩效无法度，是因为即马讲，譬如说啦，这个月我这个月要掠100件毒品的，我咧路一直盘查，这种的就会出问题。问题是。警察甲流氓上大的无共，因足侪人会讲，足侪人讲，恁警察就是有白的流氓。我是感觉这个讲法是有问题。问题是足侪民众会为什么有民众这种感觉？因为感觉就是讲你有枪嘛，你有国家公权力嘛，你较大嘛，你讲话大声，你免甲我讲道理嘛，对不？问题是代志无应该是安尼，应该是讲我们的绩效合不合理，绩效制度合不合理警察嘛真侪委屈基层员警都有来委屈，像。他拄啊大哥讲的，为什么我装备我家己买？你搁甲互我食什么无好的物件，对不？这些东西警察的基本的权利要保护好他执勤保护安全，他觉得安全了，
他不觉得委屈了，他才不会去伤害民众。没讲咱民众可能爱伤害啦。是。像像讲差不多1年前有一个音乐老师咧，嘛是中立。是。吼，无代无志行迄路的，互人拍。嘿啊，迄就是因为因警局的抓毒品的绩效无够啊，伊就看你这穿甲呢有可能，伊就甲你录看卖咧。就是因为啊，追根究底，真正是安尼啦，所以我才会讲到说，因遐警察的劳动意识的问题嘛。啊，你要不要让他组工会？好，就是安尼。讲回来是这样，还是觉得啊，大家拢辛苦啊，不过弱肉相残，真正弱肉相残是造成现在警民对立最大的原因啦。所以已经讲到咧做工会啊啦吼，现在按安尼来讲哦，做工会是毋是一个唯一的这个方式？但是我要请教的王教授吼，在警校啊内面，即摆目前对着这个警察的这个教育当中，包括意识的培养、素养的培养，啊是心理学吼这种破败。但是我感觉这上重要就是讲，要执勤的当中这个 SOP 啊，敢有一个统一性的 SOP。那譬如讲对着什么人，譬如讲遮大财的，咱就唔通啊执勤。或者是讲，小可啊，咱就爱2个人才会当接近，安怎，有各式各样的这个破败，敢有这种教案的 case 伫的？是有啦，但是即摆一个问题是讲，虽然是有，但是有当时我拄仔有咧讲哦，你会面对的这个或者歹徒，还是讲这个嫌犯，什么情形咱唔知影，所以伊有一寡或者咱讲的或者案例的演练的这个方式有啊，但是。是毋是咱对方会照咱内底或者学的安尼来做反应嘛？无一定，那毋是安尼反应咧。啊，拄好有咧讲这个教育的问题，我是很真紧来补充一下吼。咱讲谈拄啊讲行政法的问题，我补充一下就是讲，因为现在讲到这，因为吼，咱过去已经有咧讲到查甫吼比查某的较大行政法。吼，所以讲吼，有一个问题就是讲，咱查甫来讲吼，有当时会较冲动，这是正经过去的咱或者研究的结果是安尼。但是即马有一个，我要讲到这是安怎讲？因为咱即马警察的一个分布来讲，查甫比查某较济嘛。所以咱在执勤的时阵，有当时尤其外勤的，真济拢是查甫的较济，但是查甫即嘛嘛有啦，但是比例上来讲，就是有差较少。所以讲，这个代志要先了解，了解来讲，变讲咱即马来讲，可能爱落实伫咱有当时在学校教育内底。拄啊，医师咧讲的，我赞成啦。若讲咱入去学校进前，人讲做一个初筛，什么意思呢？可能一寡有情绪的时候，透过一寡心理的测验，吼，可能来做一个初筛。有一寡可能小可有问题的人，可能有机会要先个汰除。啊，避免掉一寡可能本来就有潜在情绪问题的一寡人伫内底。入学时这会当做，啊，你讲到，拄仔咧讲到讲，有内底有是毋是有一寡课程啊，有情绪教育的，有心理学有，但是有一个重点，这个物件啊，佮有人权的课嘛有，对，这种有咧教，但是有一个重点，这是毋是特考要考的科目？我感觉这是一个重点。特考无咧考这嘛？对，所以讲，我感觉这上大的重点就是讲，咱若真正要重视这个物件，当然毋是讲创入去特考，毋是这个意思，是讲咱真正要归根究底来重视这个问题，是讲这个课有了后，啊是毋是会当咱讲的内化伫因内底每一个未来的执法者的心目当中，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代志。无你感觉怎讲？若讲即摆我感觉即摆的氛围是安尼啦，因为我会当理解，因为因要考特考啊，先考掉再讲嘛。吼啊，一寡代志就是安尼啊，什么考试拢共款嘛。啊，一寡我特考的物件，我就认真来看，认真来看迄落。那毋是对，啊，那毋是来讲啊，是毋是有一个问题？就是讲啊，这物件反正以后再处理。啊，但是问题是讲你学校内底有这个环境，有老师甲你教，有老师甲你讲，啊，有一个案例互你看。啊，你即摆无处理了，可能你入去真正你入去工作啊，是毋是真正会当处理？这是一个问号啦。所以我感觉这个问题有当时啊吼，那讲到这就是讲即摆咱事务单位进前有或者什么管老师，即摆可能这个代志拢外包啊啦。但是我的意思是讲，咱即摆足济企业内底拢有或者员工协助方案。
我感觉我会当呼吁、会当建议的代志，就是讲，那以后因为警察的压力无比一个企业较细啦，啊，实际上佫大真济。那有机会像这个员工协助方案，这个物件应该常常出人命。对，尤其这个物件一定，我感觉未来这个部分应该通盘来做一个这个物件，因为我感觉这个你有情绪是人之常情，我定安尼讲，你有情绪这个代志，我感觉无要紧，啊是讲先啊去排解，啊若讲有苦无底透的时阵，变成咱无想要看到的情形，比如讲拄啊医生话咧讲，啊可能在提起来变异啊，啊是讲一寡这件咱唔知影是不是伊本身累积足侪压力内底，咱唔知影，系啊是安尼，所以讲我感觉这重点是讲，这个代志应该是像员工协助方案这个物件，应该是尤其伫这高压的环境，应该去推动，就才对。是，即我请教你律师吼，咱以律师的这个立场，咱也过去也协助真侪员警还是民众吼，不管是告官也好，协调也好吼，这个案例当中，以你律师的立场，咱若是譬如讲，咱要甲即个台湾的即个执法的环境来变得较好，咱法治的即个教育吼，我定下咧想啦，敢是干那是警察来接受即个教育而已吗？咱一般的民众无应该爱有即个一般的即个相信吗？尤其譬如讲，咱看到迄幕伫网络顶头，大家就口口开始骂。安怎呢？什么话就骂甲因哦，祖公啊三代就骂，吼，这个代志你安怎看？我感觉是啊，警察作为执法人员，吼，伊是有较悬的要求，讲对法律的了解应该有较悬的，甲一般百姓比起来啦，应该有较悬的要求啦，因为你是执法者嘛，你爱依法执法嘛。对无？你袂使讲你啥物法律讲袂晓，讲唔知哦。这应该收敛。嘿，这应该嘛。虽然讲考试袂考哦，警察伫权行使法，你考试可能袂考。啊，毋过你是执法者的状况以下，你应该更加的了解嘛。那是民众咧网络上甲人骂，伊嘛是有问题嘛，嘛是互人告嘛。啊，问题是上大的无共，就是讲。民众无公权利，伊无穿，伊袂使甲人压在涂骹，袂使甲人拍，你会互人告，你嘛会使互人抓起来，互人铐起来，去等咧地下室内底嘛，对无？啊，问题是这就是差别啊！法治教育是所有的人拢应该会晓的，毋过你若是作为执法者，吼，你是官呢，你是国家的呢，你是国家的手呢。所以讲，你爱对家己有要求啦。讲到底，做警官的，你这本身你穿这制服，你就是有这个原罪，莫讲原罪啦吼，就是讲你本身就有这个责任啦吼。是啊。但是进前咱节目要开始进前吼，安尼有讲过，讲古早吼，若是咧执勤的时阵，拄到一个高墙大汉的，是10几个人就去压制咧。这民国78年，9年在中山区吼。迄较早有迄个拍棒球的啊，迄棒球一寡黑人啊，来咱台湾在拍即个棒球。洋将啊，吼。洋将，啊，踮咧即个乡下街迄所在啉烧酒水，迄个球啊，迄个球迄人大人悬汉大，迄要200公分啊，啊，体重差150公斤啊，莫讲咱警察啊，你着像我即种185个5去抓嘛抓袂掉啦。你也一个烧酒水啉落去，要抓袂了，时空背景无共，当时会使用高压的甲制服，但这个时阵毋是迄个方法啦。无法度啊！即马这个时阵，我讲真诶，我足鼓励讲，即马现代的这少年警察，恁即马踏出这个门，开始要上这个班的时阵，你着先先甲家己保护好。保护好就是讲，像阮迄个时代。阮一台车无够，叫2台车无够，叫3台来斗，10外个来抓一个，手铐铐袂掉，用骹镣来个铐，铐到了抓两个要安怎？应该选手法，迄要安怎？无效啊！你嘛是放伊走啊！伊敢若烧酒醉安尼嘛？咱有分2种，学术派的，用讲的；实务派的，讲的，用做的。你即摆会使讲，我讲互你听，你袂使安怎，袂使安怎，袂使安怎？对啦，我知啦。叫你勤情的教育啊，但是拄着时临时状况，穿要单毋单，
这个嘢要问咱唔问，迄唔是用讲的，是现做的，无交互你来，你来讲，啊无来互你，啥物讲，啥物做，就是当下这个警察要做的啊，这个决定啊，无落这个落去，控制会了袂，两个控制会了袂，三个控制会了袂，你爱马上边啊动员就来控制掉好啊，按着啊。但是我看这两警察后壁迄个徛头到尾拢在看，看到尾啊，第一个问的真个讲哦，叫伊手放后壁，后壁迄个在扣手扣，这就是表示恁两个普通些，这个默契无够。哦，所以啊，甲规组的人，哦，共行无共命啦。你今日这个无这个后壁这个警员，你就是爱敬共同不一样。第一个境界真正，第二个好啊爱动，就是两个共同去压制，袂使踮喺遐无甲这个搁转去转去，人个头壳搁摊两个，你踮喺边仔看啥个？啊，搁有一寡警察动手向拍手叉呢啊！这种的出去，性命要交有天哦，交有上帝。所以足侪警察当年前讲，我不爱跟你上班，我不爱跟你上班，放在心内啊。但是拄着要安怎？无法度啊，无这班卖上啊，啊这班我不爱你啊。所以较早我上爱露天啊，露天免灵验啊，我露天我好路无人行路啊，袂使有这个心态啊。所以你今日长官要安排这头路，互恁两个上班的时阵，都安排讲恁两个是毋是普通时啊会下袂下？你安排两个普通时的销量，你多啊下啊钱？哦，还佫一个美甲伫的呢吼。当然咯，这台车出去，两个无共心，我足希望你出代志的。哦，有无？有这种人无？有这种同事无？这有影，对无？同事都来问老师强吗？好，老师强吗？欢喜到要死。表面我甲你讲啊，这是辛苦啊。足侪人拢是表面功夫啦。这两个警察哦，我认为伊有唔对，但是不应该甲处分遐重啦。你顶悬的长官马上扑一刀切落去，安那推卸责任吗？表示讲我有处分吗？伊该受的处分不该受到两支小过，我认为两支应该是可以。要送返以后摆送返另外代志，迄是你犯法，迄互交法官去判。但是你扑一两支小过，就是打击这个警察的心，这个规个这个信心嘛。足侪警察认为讲两支小过呢，你要记一支小过。甲你掠一个小工无共呢？你新界会使掠一个通缉犯，讲我在新界报落去拍破啊！拍破啊！这个小高记落去，且掠一支穿转来呢。啊，掠无穿这乜啦？啊，这两支就带我几年。所以足侪基层在认为讲，古早一句话就安尼讲啊：加做加错，减做减做，无做就无错啦。啊，食好肥肥，结果推推啊！啊，食好冷冷，就食好。但是最后面受害也是咱一般民众。啊，穿个水水，等下水水啊！古早的警察都无讲，慢去插伊遐做怎？因兜相拍，好啦，开来派出所，我就明明在边仔看电视，电话接来，学长，相拍呢？有好我知，哦，10分钟我下来，相拍你唔来？我学长我看电视，哦，你甲我出门啊？半点钟过啊，安尼要到，你讲伫路啊，到现场7点钟啊。啊，我学长，你来处理一个相拍，7点钟才要出去。我无咧空用拍讲，所以迄个心态是古早的心态，但现代是不适合的啊，袂使有这个心态。因为古早的警察，所有人甲你讲，你警察古早的警察差劲，袂用的。甲这个时阵，你叫好无简单，你警察的，互感觉讲，你素质会提升啊，管一点嘛，有较管一点嘛。所以你千万莫家己拍家己的，互家己这个好无简单，这几年当中。建立起来这个威信，家己搁毁掉。希望所有的警察同仁，啊，甲咱的老百姓，拢爱互相来谅解，互相来体谅，出手制服就好啊，唔好出手伤重。要犯罪这个，你甲制服了，甲送病院也好，送倒位拢无要紧，就是唔通超过迄个范围。迄条界线你爱分好，这条过来就是黑社会，这条过来就是白道，你要行好好。咱随时讲吼，咱譬如讲，咱唔捌训练过，咱嘛唔知讲这条线吼是小可斜过来变做白道，这个安怎斜过来变做黑道吼？这个中间咱若无训练，咱是来讲，咱是无把握。是安那讲啥吼？较早拍这个枪吼，啊是安怎讲啊？啊拍到头壳9分，迄就是互你训练啊！你这个枪，你
在拍时咧训练时，拍到头壳扣分的啊，拍到巴肚扣分的啊，爱拍到手走分数啊。老师知影嘛？就是你对好准啊！你要做这个代志，像这个像开落去，你袂使去伤害到伊的性命。国家是互你掠人，唔是要互你死的。所以国家交互你的任务是互你制服这个人，唔是要互你拍死这个人。这个中间的这个寸笑吼，你做警察的人，你心内迄支笑爱真平啊，袂使有一寡你的私心啦。你若私心像我较夭寿的吼，我插你的，你就较早甲我偷拍，甲你加拍2个回来，袂使有这个心态。哦，这个安排包括了安排勤务的时间吼，比如我要请教王老师，这安排勤务每一个分局、每一个小队、警备队，这个拢啊安插甲真，但是我感觉这真正有困难哦，吼，无法度较招文嘛，吼，所以你必须要靠一寡科学性的这个武器还是工具，即马现主时，比如讲咱头讲着，这个分局内面，干下这个。迄个枪支，吼，迄个电击的枪支，你敢若2支啊呢？啊，这到底是警备，是咱的议员较无咧监督，还是咱一般民众无了解？咱应该爱来甲这个警察单位来支持安怎？我感觉上重要一点就是讲，因为咱有机会会当听一寡咱基层的声音。到底因需要啥物？啊，有当时啊，像一寡装备，就像高大哥咧讲的，一寡装备，若讲真正无法度用，也是无讲介理想的，可能该换就爱换，该处理就爱处理。啊，你讲一寡，你讲这电击枪这个代志，是无够啊。你即马无，因为目前搁咧补啦，毋是讲无啦，是讲有诶还未补到招魂啦。你讲未来是毋是会够？应该是讲因进前的规划是讲可能拢会补啦。但是有当时像即摆现主时这个时阵，有当时都无够啊，无够啊。即摆这个时阵就是真讲让旁的无法度啊，啊无够啊。啊一寡你讲这引擎，咱讲的这所谓引擎装备，啊这装备来讲，你讲是毋是适合？是毋是当时要使用？但是有当时啊，佮讲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讲像咱即马在讲一个辣椒水，啊这辣椒水嘛是有啊，内底嘛是有一个隐形注意事项，伊个或者警察人员使用防护型引擎装备注意要点。哦，这名真长啦，吼啊，就是讲主要就是讲迄辣椒水要哪用啦，啊变哪一个时机要哪处理啦吼。但是有当时啊，这个要点伫遮，到了佮讲一个代志。你有当时啊，你唔知你对方是啥物人，有当时啊，迄是1秒钟以内的代志，你要安怎反应？这个代志有当时啊，你唔是讲这个隐形注意事项，等你想到就袂赴啊啦。有当时啊，你摕起抓，但是你那辣水嘛有一个风险。你看本来好好，但是辣水甲抓落，伊怎起歹起来？但你也讲起来，啊本来无代志的啊，啊你甲抓落抓起歹起来，我喙足歹，一直骂。对，啊是讲，骂个还好，有当时手甲你回来啊，啊像安尼你无细腻，你若讲真正你徛无着边，你就对啊。你若讲一个徛头前，一个徛后壁，啊若讲徛头前，迄就对啊。啊你毋知伊为倒位物啊，你有当徛倒边，徛正边，你也知影伊要倒一边，就对啊。所以这台真难啦，啊是讲，即马一个装备有当时啊，你讲拄啊高头个嘛，你讲一件代志，咱这个装备是毋是会当甲咱遮的或者遮的嫌犯会当对抗？有当时啊，咱这个装备都无够啊，啊是讲无法度甲伊对抗，你讲穿就好啦。你即马一寡我都会穿，比警察的可能拢厉害真济啦吼，啊这可能正确什么程度，咱有当时啊，若无看着毋知影。但是你看，即马现行的装备来讲，你看敢有法度？啊，所以讲有当时啊，比如讲你除了讲你这引擎装备爱早有够了后，有当时啊，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爱自保啦。嘛应该是讲，因家己嘛是爱留意家己的自身的安全啊，这嘛是真辛苦的代志啊。即我突然间想到，我要请教律师吼，咱若一般拄着警察要甲咱搬走，还是讲咱可能也有可能变做家己的失控啦吼。迄阵时，咱来对警察讲啥物话，会当保护咱家己，会当卖去甲激怒，还是讲咱会当来最后的这结果会较好？你会当甲建议咱一般的民众？一般民众行喺路的，行喺路的，警察来盘查，你只要互伊看证件就好。伊若是有一寡警察想要甲你敲，因为无法度绩效嘛。
伊要查啥物物件，伊想空想要甲你讲，啊，我已经看到啊，你包包家己拍开，我要看，拢毋免，啊，你互看证件，啊，若是像讲我今日证件规包放进去，要安怎，嘛免紧张，报身份证字号，伊家己会使查，哦，安尼就好，千万毋通干咩，哦，侮辱公务人员，歹势，安尼你现行犯，伊会使甲你扣起来，哦，这种毋通，啊，莫阁讲想讲，要甲伊肢体冲突拢毋通，你的手咧就是放好，哦，莫甲杀，哦，放好，啊，不要骂人家，这种很重要，就是不要起冲突。莫甲激怒啊！莫甲激怒，有一寡警察少部分呐，他会激怒你啦，因为伊就是要甲你逮捕嘛，他逮捕你才能搜索你嘛。这种状况以下，你就要小心啊，龙燕。我嘛有拄一遍，我敲我的药啊。不要上当。不要上当，无。我票包内面我敲药啊。袂使安尼啊，录影马上。